位伫南区下南路尾这栋白色简约的建筑物，经过业者精心的设计甲翻修，搭配老厝岁月的氛围，用毛赛克营造出特别的氛围。业者要呈现的，唔仅是一个零咖啡的所在，更加是一个适合开讲、放松、甲着休闲的空间。开咖啡厅的时候，我们设定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不要太复杂的装潢，整个的空间氛围就是以轻松，然后简约、朴实的这种感觉。所以当初跟我们的设计的老师们设计师他这边在做沟通的时候，就把这个理念传达给他们。然后一来我们是想说，台南啊，跟京都的那种感觉有点相似，所以我们也想要营造一种像以前早期京都的那种比较悠闲的那种生活这样子，所以把这个氛围把它塑造成就是大家来，然后可以整个放松，然后可以比较悠闲，然后坐在这边不单是说自己喝咖啡、看看书，或者是说跟朋友聚会都可以很轻松这样子。业者卓哲志表示，当初甲着 partner 两位拢是伫咧知名的食品公司的餐饮部，负责咖啡厅的开设甲着营运。后来当着疫情，有了家己的想法，想要来实现，因此甲着 partner 来开始找地点。经过将近1冬的筹备，才看好这间的店面。当初会选在这个地点，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在寻找地点的时候也找了很多的地方。那这个其实也是算机缘巧合啦，因为当经过的时候刚好看到这个店面，然后觉得这个店面好像又位在三角窗的位置，那对于就是来往的人潮能见度比较高一点二来就是说南区这边好像比较少有咖啡厅，所以我们在想好，那跟我的伙伴就决定说好，我们就把这个店面给承租下来，然后开始筹备这样子的一个咖啡厅这样。业者看好三角窗的店面，一来店面够宽，希望会用吸引人潮，加上店内简约明亮的工业设计，甚至还有烘豆仔的设备。业者不但取得烘豆仔、手冲，甲着意式咖啡师的证照，就连店内的轻食甲着烘焙，嘛是partner家己来制作。业者希望每一位来等候咖啡的人客，拢会用感受店内的幸福。无论是一杯手做的咖啡，或者是甜蜜的用餐，拢值得各位来过，拢想要再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